昨半暝，屏东垦丁国家公园有民众骑车弄到梅花鹿，加载驾驶送病院了后是无性命危险。但是垦丁国家公园的公共意外责任险已经有13摆招标量失败。这个驾驶就无法度直接申请保险的理赔，就要先向管理处申请国赔了后，散经审议才通得到理赔。这个过程更有可能就要拍官司，民众是感觉真含糊。救护车赶到现场，倒伫机车边仔有一个受伤的查甫人，另外一边是看到一只梅花鹿。27深夜，恒春镇东部路段这个产业道路，汹涌冲出一只梅花鹿，查甫人袂火反应，弄到了后摔倒，加载互垦管处保育区的巡视人员发现，赶紧报警察。巡视那个他们的保卫区垦管处的，他们有帮我叫救护车。我当下其实是有点不太清醒的，造成驾驶受伤，无生命危险。经检测无酒精反应。这查甫人无啉酒开车，梅花鹿也早离开现场，只是过去伫垦丁国家公园，若去弄到梅花鹿造成车损，身体受伤，死亡也是第三人，财物损害因为园区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保险，民众sẽ直接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。今年确实因为无人投标，拄到相关情况，民众爱家己来申请国赔。那双方责任无法度来分清楚，也拍官司，才有法度得到应该有的赔偿。然后民众感觉讲实在伤含咯。就今年度我们的公共意外责任险的招标，就是各个保险业者都没有投标。我们不知道啊，他们也没有跟我们讲说没有保险的啊。这个国家本来就应该处理，不应该把我们民众这样子放在这边这样不管啊，对不对？每年都发生2、3起死亡车祸嘞。垦管处讲，保险业者认为野生动物侵了理赔无够成本，无愿意投标。最近每一暗拢对这个梅花鹿开出现的所在加强来巡逻。也个民众认为讲，也是应该解决无度直接理赔的状况。若无一年，几若摆甲梅花鹿烧弄的事故，大家拢要家己申请国赔走流程，真正是真困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